伫云林轮杯这个市区中心的空间、方向空间的这个广场呢，本来是市区停车场，这咱知影。不过伫20当前，当时乡公所为了解决流动摊贩影响交通的问题，伫边仔设这个临时的摊贩区，一直用到即马，未来要改做人文的广场。轮背乡公所向中央申请地方创新的计划经费，想要把市区中心的广场改做人文广场，搁有创业园区。恢复比较现代化的广场来供一般办活动使用。停车格就会来给我们游客或是返乡的乡亲来使用。不过，这个广场是乡内学生上下课等候车的所在，目前的贴图作业影响到囡仔单车安全，乡公所嘛做出回应。我会责成相关单位来这边做个类似移设的这个动作，不要在这边做上下车。另外我们会用电话通知，先做一个第一手的时间的告知，说不要让小朋友在这边做停留。改建工程按算会伫9月完工，希望未来会使为轮背带来无同的风貌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